后来，这个选举一个选线导风声，讲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总统大选开票的当天，就向总统蔡英文来总辞，也毋过马上互慰留。相关的人士来分析，陈建仁真有可能会留到这个5-2-0，他来协助着新旧团队来做交接。加上有可能来接后一任的行政院长咧，讲郑丽君、陈其迈、林佳龙、郑文灿等人拢伫个名单内。其中这个陈其迈来表态，讲伊袂去做行政院长，伊讲伊会甲市长的任期做到最后一天。另外，有关这个国安团队，专家讲，若来沿用着蔡英文的团队，安尼对新总统赖清德会有真大的帮助。13号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喙笑目笑来去投票，开票结束了后，就向总统请辞，毋过互蔡英文留落来。照惯例，内阁上紧伫咧18号就会提出总辞，毋过相关人士认为，陈建仁会顾到5月20。内阁团队留落来机会悬，若国安团队咧？这是正正中国军演蔡英文和国安团队做伙开会。这几年做伙面对美中台关系的，就有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忠彦、国安局长蔡明彦、总统府副秘书长张순涵、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、国安会主委陈俊麟、甲外交部长吴钊燮，因敢会继续留落来？如果赖清德副总统接任总统以后，民进党更年轻一辈的这些到行政部门担任阁员的人可能会不足。蔡总统的这些人手，特别是行政部门人手能够留任的话，那当然对于赖总统会有蛮大的帮助。专家分析，继续用带的人对赖是有帮助，不过到5月20了后，总是要有新团队。即摆就传出新的人选，包括赖清德竞总的国政调集人郑丽君，还有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高雄市长陈其迈，拢伫咧名单内底。不会，我会做到最后一天。这个是总统的职权，一定会在这个4年的任期里面努力。用尽我所有的力气，让高雄更好。陈其迈讲会甲市长继续做好，赖清德的新名单看起来阁爱小等一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